讲道题目是一生坚持生命水的事，请曾牧师。所听兄姐，大家平安。伫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伫心内存一个愿望。咱学习代表的祈祷讲：主啊，我所应得的业，求你赏赐予我；所留予我的地，主你赏赐予我。主你填满你所赏赐生命的福杯。咱嘛来到主的面前，咱亲像今仔日个新约的经文，咱甲主祷讲：主求你赏赐我生命有一个标杆。在座青年，这是牧师上任的今仔日最要紧的话，甲上帝讨生命的标杆。一个无方向的少年人，将来真困难，会通达成，会通有你人生水的目标。每一个人拢需要有生命的标杆，生命的目标。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当心组织伫你的圣殿。阮要伫这个所在来学习，阮伫这个所在仰望，阮伫这个所在祈祷。万项招备的智慧是你对天所赏赐。世间人只有会通看见目睭前，世间人所会了解的就是有限。独独只有永远的上帝，你会通将久长存在、有价值生命的目标来赏赐伫阮一生的中间。主，阮伫你的面前，向你祈祷，向你学乐。阮伫你的面前，向你发出阮的恳求。祝福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阮会当找着阮一生中间对阮人生上宝贝、上帝你的应允，就是你所留予阮的地，就是你所赏赐阮属灵的产业，就是你所赏赐阮填满阮生命的杯。主若通，主求你予阮啉甘甜的福杯。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对阮讲话，圣别今仔日的礼拜，互你的囝儿查某囝伫今仔日会当用你所赏赐阮圣经话命的话做阮祈祷，因为阮有听到你通过以赛亚对你的囝儿所讲，将来的事恁通对我祈祷，将来的事恁通吩咐我，将来的事恁通挖靠我。主啊，阮坐伫你的面前袂堪得，阮实实在在应该恭敬徛地，或者恭敬跪倒。主，无论阮的肉体是怎样，阮的心向你全然表明阮对你的敬畏。愿主你的圣神掌管，将你的话写条刻条伫阮的灵魂顶悬。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座青年牧师要甲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牧师用祈祷为着恁所讲。这个故事对恁的一生的影响真大。这个故事是发生伫一个叫做爱因斯坦科学家伊的一生的开始。爱因斯坦细汉的时阵，伫伊的同学中间是互人看做憨慢，甚至毋敢讲大假慢题，因为伊细汉的时阵是一个无啥会表达，拢是安尼点点。但是这个人其实伊脑袋内底有上帝所创造的奥妙，伊的点点其实就是充满思考，伫迄个所在咧思考代志。有一段时间，因为伊患病，也无法度真活动，所以伊的爸爸就是伫伊患病迄段时间送伊一粒叫做指南针，咱嘛当叫做指北针。这种就是咱若去旅行的中间，伫旷野外所在，咱毋知东西南北的时阵，咱摕出地图，咱就摕一个古早叫做罗盘，也是讲指南针。爱因斯坦误会，伊接到这个礼物的时阵，伊点看，看了后，伊对心中开始，上帝予伊有一个真要紧的智慧。伊讲足奇怪，无论我踅来去，我摕这个指南针，迄个尖开，常常拢会转来转去，然后会固定伫一个所在。一个5岁的少年囡仔，伊就忽然发现一项事实：一定有一种的力量，就亲像一只手；一定有一种的力量，亲像一只手。
伊换伫这个针的顶端，所以无论你安怎改变，这个针永远按照一个固定的方向。伊讲很奇怪，这个空间一定有某种力量在掌控。牧师甲恁讲这个故事，最主要的是，伫恁的生命的中间，咱的生命的中间，有一个看不到的上帝的力量，来掌控恁的心思意念。牧师为着恁祈祷，求天父上帝赏赐恁有属灵的方向感，有属灵的智慧，有上帝圣心伫恁的内面。这就是今仔日牧师讲到的题目，叫做“一生悬命”。其实这咱拢听无，这毋是咱台湾人的话，也毋是咱古早中文的成语。一生悬命原来就是日本因为一般的生活用词。一生悬命咧讲起伫日本的武士、勇士，因的主人若交代伊固守某一个山头、某一个产地，因世世代代用性命固守所交代伊的，叫做一生悬命，就是一生的坚持，一生用性命来做主人交代伊的工作。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邀请咱，邀请恁的家庭，邀请恁做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人，恁来亲像爱因斯坦的爸爸，将一个生命的方向感的指南针，放伫你囡仔的灵魂的内底。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无人咧用指南针啊！你的手机本身就是指南针，我唔知恁知影无？恁的手机有可能恁袂晓用，但是你只要给下载 APP， 你就会当伫你的手机内底有一个指南针。搁有你的手机，你若要去什么所在，你搁甲 Google 一个，甲点一个，然后你的手机若无线上网，你伫任何所在，伊就带你去。带你要去的迄个所在，今仔日咱甲伊叫做 GPS。GPS 的意思就是 Global Position System。GPS，G 就是全球，P 就是定位 position， 迄个系统叫做 system。布满伫这个宇宙的中间，自古以来，所有宇宙的特殊，人看袂到，但是一个误会的爱因斯坦这个囡仔。伊去想到，伊去发现，伊讲伫即个背后一定有某一种的力量来控制这支针。所以，兄弟姊妹，我嘛要甲咱分享，你敢相信即个控制指南针的即个上帝，伊嘛会当掌管你的一生？你相信吗？你相信伫即个宇宙千万年以来，用磁场？用地球的南极、北极所产生自然的这个磁场，上帝用这个来掌管这个地球，掌管这个宇宙。你相信这个造天造地的上帝，伊嘛要掌管你的生命嘛？咱若相信，咱就大胆甲上帝恳求讲：主，我专人将我的生命要清去。我要摆伫上帝你的面前，做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主你带我行真理的道路。今仔这个时代的人，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紧，所以这个时代这个紧追求马上这种的性格，互人失去真侪宝贝的智慧。伫今仔日这个时代，人敢要有永久的吗？咱的爱情、咱的事业、咱的名声地位、咱的生命、咱的健康，所听的姊妹，伫人类生命中间有什么是一生一世、永远无改变的？牧师要邀请咱做伙用祈祷甲谦卑的心，甲上帝祷告。主，的确有伫我一生中间，的确有几项重要的代志。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讲解互我听，互我明白伫我一生中间，一定有某一种的价值的物件，是我到死也阁有存在价值的物件。
圣经讲耶和华是一生一世，伊的稳定是一世人的久。耶和华是对古早到永远，对永远到永远。伊是我的上帝，除了伊以外，我无别的主。所以你姊妹，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亲像这个囡仔爱因斯坦，咱甲上帝问讲：主啊，什么种的力量来掌管我？然后咱甲上帝讲：哈利路亚！主，我知影是你来带领我。或者咱知影讲，什么人伊定着咱的将来？咱伫主的面前，通过今仔日的开始，咱要来读经文进前，咱已经有一个感动讲：主啊，我要将我一生的方向，有什么种的道路会当对少年到年老？有什么种的道路是我一生唔免搁再改变？就是一个正直，一生到主你的面前。有什么种的职业是一世人唔免换头路？牧师为着恁来祈祷讲，求上帝，恁伫年轻的时阵就有智慧，恁会当思考，会当检查恁家己，恁看到上帝所予恁的恩赐恩赐，然后恁就找到你内在迄种的兴趣，恁就会当头壳累累一世人甲上帝讨讲，主啊，这条路原来就是我一生所要行的路。日本的文化有这种文化，就是一代做无了个两代，两代做无了个三代，有无？日本有真侪职业，因拢咧真骄傲讲，这是我的祖先咧做的，阮叫做职人。这是阮的固守，这是上阮的荣耀。对古早到今仔日，虽然科学咧变，但是真侪包含有历史、有文化、有价值的物件，是旧嘛是新。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家庭，特别是做父母的人，陪伴恁的囡仔。求天父上帝通过恁的手，赏赐恁一个礼物，就是智慧甲敬畏上帝的灵。你就将这个指南针放伫你的囡仔的灵魂的内底，互你的囡仔一生受祝福。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所以牧师要问恁讲：伫今仔日恁听到什么种的圣经的话，对一字特别感动你？牧师常常要鼓励恁有一个习惯，就是恁也未来做礼拜之前，恁伫拜六甚至更较早的时间，恁就看到牧师所传予恁的经文。恁礼拜六暗要困之前，恁就上少会当已经将礼拜日透早所要读的圣经先听过一摆。就亲像这阵青年，因为就要坐伫礼拜堂这个中间的时阵，但牧师已经伫因的主日学时间，已经甲因解说一摆的圣经。所以你就会不是曾牧师咧对恁讲话，是曾牧师引用上帝的话，搁一概念互恁听，解说互咱听，甲咱做伙用这个圣经的话来做祈祷。兄弟姊妹注意听，今仔的圣经要甲你讲什么种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的圣经咧讲，我就是造天造地耶和华我的上帝。以赛亚书45章。我的耶和华是圣洁的上帝，伊创造天地，伊排列日月星辰，伊所有的事，所有的这力量，拢是伊所创造。这个上帝伊讲，恁若要知影将来的事，恁就按我祈祷。我所听的囝儿查某囝，恁若想要知影将来的事，恁就对我祈祷。咱的上帝是掌管天地的上帝。咱的上帝嘛是爱因斯坦发现讲，忽然这个指南针，伊的功能就是永远往着一个方向，永远指着地球的白质。后来经过爸爸的教导、教示，伊知影讲，这个工具的功能就是伊永远定着一个方向。咱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定着，咱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方向感。咱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掌管的上帝，这是今仔日的经文对咱所讲的话，甲伊背起来用。今仔日这段圣经做你祈祷的根据。今仔日的圣经真正就是上帝应允祈祷的根据。咱通讲阿们。耶和华以色列的圣的，伊安尼讲：将来的事恁通问我，我的囝，你通求我吩咐我。所以兄弟姊妹。
你相信这句话是上帝对你讲的吗？2700年前，上帝通过以赛亚对以色列的子子孙孙所讲：上帝称以色列人，称伊做我的查某囝，我的囝儿。今仔日这个上帝有缘对咱讲话，讲唔免去问神，唔免去问卜，唔免去算命。你若想要知影将来的代志，你来找求我。锁定的你这你相信吗？恁敢有注意到今仔日的祈祷中间，英皇长老伊祈祷着真理活命道路。上帝要将道路、真理甲活命赏赐予咱，这是伊家己应允的，是主耶稣所讲的。但是通过今仔日的聚会，搁一摆甲咱祝福。伊宣读的上话、上帝的话，伊发出的祈祷，上帝搁伫咱的中间讲：主啊！伊上帝对咱讲：我的囝儿，我的查某囝，恁若想要知你将来人生的方向，开喙祈祷，祈求上帝。你问我，在座的青年，无需要甲恁分享，恁的一生中间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认捌上帝。咱的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认捌上帝。咱若认捌上帝了后，咱就认捌人情世事。咱若真正互上帝的圣神来掌管咱的人生的方向，咱的一生就要有真清楚的道路，一生悬命的事。这是牧师甲恁分享，也是为恁祈祷的事。求天父上帝所听遐的姊妹，伫恁的一生的中间找到恁一生所要做的事。那安尼，第二个功课就是问讲：上帝啊，我的一生要做什么？伫圣经中间，所罗门讲：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搁念一摆：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所以，亲爱的姊妹，咱嘛应该安尼问：伫我的一生中间，我要做什么？才会通互上帝欢喜，才是我一生中间应该做的事。今仔日的以赛亚书，咱只有读2节、12节、13节。以赛亚书45章第12节安尼讲，伊讲：我做地，我嘛做地上生活生存的人。我亲手铺张诸天，铺张诸天就亲像诗篇第8篇讲：上帝创造天顶的日月星辰，将日月星辰放伫这个宇宙的中间，然后宇宙就伫迄个所在真有系统，有一个循环。伊讲：我抬头看天顶的日月星辰，我忽然就发现，人实在是真无什么，人实在是真渺小。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来看见伟大的上帝了，咱就认捌家己的无够强。但是，当咱来抬头看这个日月星的上帝，咱就了解伊是一个铺张。铺张不是咱咧讲的车花，不是哦。铺张的意思就是伊安排、伊掌管、伊设立。原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主啊，求你铺张我的生命，互我的生命有一个特殊叫做平安。因为天顶的万象是上帝你所命定，所有的计划、所有的人的事，拢是上帝所定定。所以第一个牧师要甲咱分享学习的，就是一个信仰的功课。咱问上帝讲：上帝啊，你伫我一生有什么种的心意？主啊，你伫我一生中间有你什么种特别的心意呢？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将我一生交伫你的手中，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我，互我会当通过圣神的帮助。因为咱的信仰的老师保罗讲。若毋是踮伫你内面的圣神的帮助，无人会通明白上帝的奥妙；若毋是圣神踮伫咱的内面，就无人会通明白上帝的奥妙甲一切的计划。若有圣神踮伫咱的内面，就亲像咱的手机顶悬有一个设定一个功能，伊叫做接收 GPS 的信号。这个手机毋是伊本身就有能力。是因为伊设定一个功能，就是伊会晓接收对迄个卫星顶悬所发出来迄种的定位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明白讲，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有通听上帝声的能力，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你一生无用气气，亲爱兄弟姊妹，咱咧着我什么？你快乐吗？你满足吗？你敢有着条欢喜讲，我找到一条路，我死嘛甘愿。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一生中间，咱是为着主来欢喜，咱嘛要活伫上帝以奇妙的作为中间，咱甲上帝祷告。所以我要日日捧起我生命的杯，我要日日捧起我生命的杯来学了你，来尊重你。因为你伫我生命这个杯的中间，你下了无法度想象的甘甜的滋味。主帮助咱，互咱真做一个享受上帝所赏赐活命的基督徒。咱甲上帝讨一世人的久，有甚物种的事是咱价值甲咱行行顺顺，毋是咱目睭开就结束，是咱目睭开是咱将上好的产业就放伫咱的囡仔手中。咱甲咱的囡仔交代讲，我的囝，爸爸将这个送互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上帝的爱是不离不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相信吗？我咱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什么代志是重要？这就是牧师拄则有甲咱读的。天下一生着做什么是好？每一个对家己生命有所期待的少年人，每一个对上帝有所期待的人，咱就紧紧伸出手抓住上帝，因为上帝就是赏赐方向的迄个 GPS。圣神比 GPS 更加厉害，圣神比 GPS 更加厉害。圣神是看袂到，但是伊的灵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得自由，什么所在就得力量。我要用另外一个人所讲的话，伊讲我一生中间最大的快乐，就是我已经找到啊，我找到我生嘛欢喜，死嘛欢喜的事。这个人叫做，歹势我的名要记。齐克果对，就是恁拢会记。齐克果是我最爱的一个基督徒，伊互人称作伫西方思想内底最特别的一个思想家，伊叫做存在主义之父。其实伊无啥物了不起，因为伊的想法早就已经伫所罗门的文章的顶悬写着。你应该看所罗门安怎讲：天下当行何事为美？有无？这是。我要安怎找到一个值得我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有真多代志，无人逼你，你莫偷偷去做。这个世间多奇怪哦！有的吼，伊个倒贴伊嘛要做，为什么？刺激、欢喜、爽快，但是毋是安尼尔。在咱一生中间有一种某一种的价值的代志。是毋免人免讲你，因为伊的水，因为伊的好，因为伊的价值，因为伊的尊贵。你对目睭看了后，你就欣赏，你就讲主啊，我需要这个。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圣神得到帮助，牧师无互恁的答案，因为恁的生命是在伫上帝的手中。牧师只有会通带恁读圣经。牧师只有会当用圣经的感动来唤起恁对心中的渴望。恁的生命是伫上帝的手中，独独当咱认真对上帝讲：主啊，我的将来是怎样？咱的阿爸天父要清清楚楚讲互咱听，你相信吗？耶稣敢无讲？求就互你，你会记吗？恁有讨吗？恁敢有着为着恁的将来来讨吗？毋是黑白讨，主要要做超人，我要做美国队长，讨遐的，好像就幻想的。
咱会当照上帝的心意，对咱的内面做检讨，讲主啊，你做我伫这个地上，你要爱我做什么？愿今仔日个礼拜是一个开始。保罗讲，无人会当知影家己将来的事，无人会当知影天顶创造奥妙摇花的事。保罗讲，无人会当知影一生玄冥的事。若毋是上帝，什么人会当知影你家己的将来？大卫伫个祈祷讲，我要安静进入上帝的礼拜堂，当我静静进入上帝的圣所，我坐伫迄个所在安静思想，主的灵就感动我。现在你敢知遮尔奥妙？做礼拜其实毋是干那需要听牧师的讲道，有时你静静坐伫上帝的面前，上帝亲自就会对你讲话。微微咧吹的风，柔软的这个日头日光。有任何的动作伫宇宙中间，咱啊静静坐伫上帝的面前，上帝这就是伊所摆在的一切。伊的囝儿查某囝若伫伊的身边，是要有智慧。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求讨圣神的降临。因为保罗讲，除了上帝圣神踮伫人的内面，那无人会当知影。是，兄弟姊妹，咱出世无人就会知影人情世事。到只有创造天地的上帝，伊讲敬畏后，我就是智慧的开端。咱进入上帝的至圣所，安静默想，上帝就开始对咱讲话。上帝嘛开始听咱讲话，听咱的 complain， 听咱的这个埋怨，听咱的对伊的这个安尼受气的话也好，还是讲遐心酸酸的话，还是讲家己对家己看无家己的话也好。咱要把天父上帝永远无放下咱。话咱伫伊面前，咱甲上帝讲：主啊，我听到你甲我应允的话，我相信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你相信吗？你相信咱的上帝要听你的祈祷吗？咱做伙交陪遮尔久了后，我相信恁拢真爱牧师，真做陪伴恁祈祷的人。但是恁爱斟酌甲想，为什么？牧师知影，因为恁心内相信祈祷，对不对？恁心内相信有一个上帝要听我祈祷，对不对？所以兄弟姊妹，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你的心灵得到唤起，确信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因为这是上帝亲自所讲的话。伊讲：恁通问我将来的事。咱的上帝就是定着一切的上帝。亲爱的兄弟姊妹，带你的囡仔对上帝，带你的囡仔认捌上帝，带你的囡仔敬畏上帝，将迄个属灵的圣神，就是生命的 GPS 放伫你的囡仔的信心的内底，互你的囡仔一生一世无怀疑，无简单。但是咱若伫咱的囡仔要毋知影人情世事的事，就该鼓励。就该训练，这个囡仔真有可能一生一世尊耀花最大。无论伫心中的情境中间，伊就要深信，我的上帝是一个命定我一生的上帝。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真正了解咱的上帝是一个铺张诸天，的意思就是上帝就亲像迄个咧控制迄个指南针迄个针的。伊比磁场更较伟大的上帝，因为这是伊所创造。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甲你讲，来军队我，来挖靠我，来信靠我。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兄弟姊妹，咱做父母、做中职、做牧者的人，咱最大的使命，敢毋是陪伴咱的兄弟姊妹，来到上帝施恩造成。来领受伊的祝福嘛，所以这唔通放弃上帝交代你重要的使命，就是带你的囡仔来到上帝的面前，将伊的生命放伫上帝以神圣力量的掌管的中间。一个基督徒若伫伊的灵魂的中间有做这种的信仰的告白宣告讲：主啊，对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上帝；主啊，对永远到永远，你要掌管我的一生。
主啊，对永远到永远，我要将我的意志、将我的思想、将我的事业、将我的一切降服伫你的面前。这个上帝无理由无掌管你的一生，这个上帝无理由无将伊的荣耀甲尊贵加添伫你的生命的中间。啊，这你深信吗？来经历这个改变人一生的上帝，伊会疼惜，伊会摇花讲：伫你末后，我要享受愿望。咱的上帝是一个享受愿望的上帝。每一摆做礼拜最重要，毋是听到圣经的教示、责备那点，安尼上可惜。圣经的话毋是干那教示甲责备尔，圣经的话最重要是通过律法、教示、责备，要互人定心行正路，要互人定心伫上帝的面前享受伊所享受，迄个可长可久的稳定。所听的弟兄妹，愿咱伫主的面前甲上帝讨讲，主啊，你享受我生命的剧本。恁应该有印象听过这句话，毋知什么时阵恁听到牧师伫讲道中间。今年年初，牧师有讲几摆的题目，对新年开始有几篇的题目，拢讲到咱将咱的一生来交代上帝。啊，我知谁掌管明天？恁定心去睇迄个周报，恁定心过来读迄个经文。咱的上帝是掌管将来的上帝，咱的一生是伫伊的手中。所听的姊妹，但一生中间最大拄到的艰难甲大事，请问你通常去找什么人参详？伫你一生中间最大的事，请问你通常去找什么人参详？唔通请鬼提药单。所以爱的姊妹，甲换命主参详，愿咱伫主的面前甲主讲。主啊，我一生的道路是伫你的手中。所以，兄弟姊妹，这拢不是牧师家己写出来的话，这拢不是牧师家己做出来的话。你看，圣经内底稳重遮尔多真水的话，今仔日来甲放做伙，敢毋是真做一篇真水的祈祷的诗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带咱的囡仔，伫主的面前恭敬来找因人生的道路，免着急，找好才行。有真侪人戆撞，方向无清楚就四界撞。基督徒最重要就是方向清楚，定着主命定，然后拍死无提，亲像一只牛，慢慢行，一步一脚印。咱无比人较牛，无咱无比人行较紧。咱毋是千里马，但是毋免自哀自怜。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毋是千里马，对，我知影。我是五底片两尾鱼，主啊！我要亲像一只牛，我一生方向只一条路，我一生只有一个职务，就是做牛。人若要做牛，毋免无惊啥，有犁通拖。上惊就是人拢敢若羡慕要做千里马。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圣神开始。伫你的生命中间讲道互你听，将伊的心意讲互你听，将伊伫你生命中间的计划讲互你听。愿咱特别是伫咱一生中间听无的时，犹原静静听；伫咱未明白的时，将上帝话深深放伫心内思想。所以代表安尼甲上帝讲：当我听候，我静静听候。我的愿望是在伫摇花我的上帝。现在祈祷无马上应允，毋通着急。听候的功课真重要。祈祷通常拢毋是马上应允，毋是亲像7-11安尼，你甲偷开你就甲迄个收银员甲迄个服务人员讲，马上甲我回拨一下，然后就坐伫内底就开始食。咱的人生中间甲上帝关系常常毋是安尼。上帝互人伫听候的过程有成长的空间，叫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大笔伊讲一句真水真水的话，今仔日牧师甲恁分享的这个题目的起头，
是因为伫灵修的中间，我读到大笔伊写伫诗篇71篇内底，伊讲我对少年的时，耶和华你就教我三甲之地，伫我妈妈的腹肚内，你就对我讲话，耶和华我的上帝，你是我的恩望，对细汉你就是我的倚靠。第6节，我对妈妈的腹内，你就扶持我。互我出老母的胎，也是你，我要常常学乐你。有真侪人看我最奇怪，但是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要学乐你，我要一生学乐你。到我年老的时，恳求你无弃杀我；伫我软正无力的时，求你无离开我。我要常常存愿望，哪来？哪有愿望？对少年到年老，原代表这种的学乐，一生会久，耶和华对永远到永远，伊是咱的上帝。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恁讲，耶和华到对永远到永远是咱的上帝，这是一种信心的坚持。所以今仔日的题目讲一生的悬念。一生的悬命的说，这是上帝所给我的杯，这是上帝所赏赐我的道路，这是上帝所留给我的地，这是上帝所赏赐我的产业，这是上帝所交代我的十字架。所以弟兄们，咱来到这个世间，不是偶然，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找到上帝在咱一生中间，伊会定着的计划，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伊所欢喜的。咱的天父上帝赏赐人一条道路，所以保罗讲：上帝意爱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明白一条真正的生命的道路。今仔日的圣经嘛是安尼讲，伊讲将来事恁通问我，保罗嘛甲提摩太讲：你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咱将旧约以赛亚书所讲的将来事，上帝各位，上帝道路关过咱的道路，上帝的念头赢过咱的关过咱的念头。上帝的将来所定定的事，伊所讲就成就。保罗伫伊写予提摩太的批的内底，伊讲你要一生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兄弟姊妹，咱一生的事。就是结连伫这2节的圣经，因为耶和华所定着的是什么？一生的事，耶和华所定着的就是一个永远的福气，真正的快乐。写伫诗篇16篇，诗篇133篇第3节讲：伫遮，其实圣经是讲在锡安山、在黑门山，有耶和华所定着的福气，耶和华所定着的福气。是永远的活命。其实不是干那伫锡安山，全世界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圣名所设立的圣殿，就是伫迄个所在的锡安山。因为锡安山是标明上帝甲伊的子儿见面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伫你的内心，有上帝所定着永远的活命。咱伫主的面前，甲主祷讲，主赏赐我生命的标杆。腓立比书第3章14节安怎讲？伊讲向着标杆直跑。请你注意下面这2抓。伊讲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要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对天顶所赏赐我的奖赏。这段话咧，甲咱讲起标杆是上帝对天所赏赐的礼物。这段圣经真简单来讲，就是咱人一生的计划甲目标，什么人予咱的？上帝。你讲牧师是我的感动，是，你有感动到，但是迄个感动的由来是上帝圣神的做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一生中间，对上帝找到伊所赏赐咱人生的方向。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互咱一生做一项事。兄弟，用一生认真、专心、尽心做好一项事的人，上帝欢喜。恁捌会记咧牧师捌
甲恁介绍一本册，叫做《一生做一件傻事》，恁会记迄个故事吗？所听的姊妹，有人做千百项事，但是一事无成；但是嘛有人一生只有做一项事，但是终其一生，这叫做职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会当改变咱的态度，咱会当改变咱的心，咱专心一意甲上帝。咱献上咱家己讲，我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尽我一生最好一项事。主，我伫遮，请找见我。愿天父上帝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兴起一个伟大的感动，将一份真伟大的感动放伫恁的囡仔，嘛放伫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你讲无需要，我真罕慢，我真平凡，唔通安尼讲。你安尼等于咧骂上帝。你讲无需要有遮严重。上帝所创造活命，无迄个简单的，无迄个无路用的。咱来感谢上帝讲，主啊，我虽然是五块饼两尾鱼，兄弟姊妹学习一个动作，将你的生命像五块饼两尾鱼，伫你基督的中间，你求上帝甲你祝福。主，我将我的生命这个五块饼两尾鱼，虽然伫别人看是一个木仔布，是一个菜布，是一个足粗俗的物件，但是你哪会记得？耶稣退来了后，伊举目望天，伊讲举目望天，祝圣，该祝福。咱来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人生。你祝福过的物件，就要真做有生团能力的物件。愿主甲咱三个弟弟，上帝恩典是一世人的故，一生的学命，你找到吗？归来基督，直到你明白。所听的姊妹，归来有着你的一生基督，直到你伫主的面前找到伊，为你特别安排所让互你的地。所填满你的杯，所享受你的产业，你就会明白。对我少年到年老，上帝恩典是一世人的故，你相信吗？你阿们吗？主祝福恁，咱同心来祈祷。我命的主。阮真心真心感谢俄罗你。虽然阮有时辜负你，虽然阮有时埋怨地搞得罪你，虽然阮有时无用气气，带着错误的方向、错误的热心，但是你永远接纳阮伫你面前即种的无够业。也好，阮的上帝伫今仔日，阮听到你搁一摆对阮所讲的话。何等的宝贝，主啊，我要大胆对你恳求，我一生的事，我将来的事，主求你甲我三个弟弟，主愿你也听阮正兄弟姊妹同心的祈祷，无一个人例外，当因愿意将因的生命亲像五块饼问尾鱼，往你高举，主耶稣求你甲阮祝谢，你甲阮分别做圣。互阮的生命通过你的祝福，五块饼两尾鱼要养饲正人甲有春。就求你改变阮的体质，改变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真做你所欢喜的件事。阮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罪名求，